I heard information that at some universities there is a danger that Gender Studies Institute is to be closed down. Are you aware of that, or are you doing anything? 接到伫会议顶悬即顺官员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指导国际审查委员主席辛辉秀讲的，就是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世新性别所教授陈怡倩表示，伊一2礼拜前接到即个消息，学校甚至已经定出停止招生的时间。这20年来，我想我们不论是在教学上，或者是产学合作上，每一个老师都有跟这个不同的行政机关合作啊。数据在近3年几乎都是满招，那最近这2年我确定是满招。目前全台湾研究性别议题的研究所敢若3间，但伊前讲性别所拍破本地学科的界线，无共专业的学者共同为性别平等努力，嘛吸引来自无共领域的学生来读。20几个学生甚至组成反停招小组，呼吁世新大学莫关性别所，嘛伫 FB 甲 IG 顶悬分享校友伫世新性别所的故事甲学到的物件。小学的老师，他说我在性别所学到看到了社会结构如何形塑了我们现在的男女的隔离，还有性别的这种刻板印象。他说那我再回到我的课堂上，我就知道怎么去面对我的学生们，如何告诉他们这些事情。辛辉秀认为，性别研究所是促进台湾性别平等重要的基地，应该要保留。教育部官员伫4度会议上回应，目前也未收到世新大学的公文。不过，因听讲世新大学敢若要调整系所，毋是关研究所。记者打电话予世新大学公共事务室表示，目前内部搁咧讨论，无方便做任何的回应。记者林思豪、谢桂林台北报道。